血液由約55%嘅血漿 plasma 同大概45%嘅血細胞 formed element 所組成。紅血球佔血細胞99%，正常紅血球數量係約每微升400萬至600萬粒。血紅蛋白佔紅血球肝體重96%。血紅蛋白嘅主要功能係將氧氣從肺部輸送到身體所有細胞，並且將二氧化碳從組織帶返去肺部。血紅蛋白會同血液裏面嘅葡萄糖發生糖化反應，形成糖化血紅蛋白。隨住血糖濃度上升，更多葡萄糖會黏住喺血紅蛋白分子，導致糖化血紅蛋白數值升高。由於紅血球平均壽命大概係3個月左右，因此糖化血紅蛋白提供過去2至3個月嘅血糖狀況，因此成為評估血糖控制狀況嘅可靠指標。紅血球形狀呈雙粒圓盤狀，直徑大概係7至8微米。呢種形狀能夠增加到紅血球嘅表面積，促進氣體交換。而呢種形狀同結構具有軟韌性，能夠變形以通過狹窄嘅微絲血管。人類紅血球冇細胞核、線粒體同埋其他細胞器。紅血球冇辦法分裂或者合成新嘅蛋白質，而佢哋生命周期係大概係120日。鐮刀型貧血症 （sickle cell anemia） 會改變紅血球嘅結構，從正常嘅柔韌雙粒盤形狀變成咗僵硬嘅鐮刀狀。佢哋會變得僵硬而具黏性，容易堆積埋一齊。呢堆積咗嘅紅血球會卡住喺微細血管裏面，阻斷咗流向組織同埋器官嘅血流。呢種阻塞會引發劇烈嘅疼痛同慢性器官嘅損傷。由於異常嘅形狀同脆弱性，鐮刀型紅血球會比正常嘅紅血球更易被破壞，而佢哋只能夠存活10至20日。呢情況會令到紅血球長期短缺，會引發到疲勞，並降低咗輸送氧氣嘅能力。喺紅骨髓裏面，紅血球係透過稱為造血 erythropoiesis 嘅過程產生，從轉化嘅幹細胞開始發育至成熟，需要大概7日嘅時間。到發育最後階段，未成熟嘅紅血球會吸收鐵質、維生素 B12 同埋葉酸。呢啲膳食營養素對於血紅蛋白嘅合成以及正常發育至關重要。當啲細胞發展成熟之後，就會進入咗血液循環系統。衰老嘅紅血球主要被脾臟同埋肝臟嘅巨細細胞所吞噬。喺巨細細胞裏面，血紅素嘅基團 heme group 會被分解成咗游離鐵離子同埋膽綠素。膽綠素隨即被還原成膽紅素。膽紅素之後釋放到血液，並輸送到肝臟。喺肝臟裏面，肝細胞會攝取膽紅素，會進一步合成膽紅素。合成咗嘅膽紅素會隨住膽汁流到膽囊儲存，隨後進入小腸。含氧氣嘅血液呈鮮紅色，呢個係由於氧氣同血紅蛋白相互作用嘅特性所致。當紅血球輸送氧氣並帶走二氧化碳嘅時候，血液會轉為較深偏紫紅色。成年人嘅血紅蛋白水平範圍大概係每100毫升12至20克。血紅蛋白分子結構喺1959年由奧地利裔英國分子生物學家馬克斯佩魯茨所展述。血紅蛋白係一種4聚體蛋白質 （tetramatrix protein），係由4條獨立嘅多肽鏈 （polypeptide chain） 相互結合而成。每條多肽鏈都會同一個血基質負基相連，每個血基質都含有一個鐵，可以結合一個氧分子。因此，每個血紅蛋白最多可以結合4個氧分子。一個紅血球含有數億個血紅蛋白分子，能夠同時輸送數十億個氧分子。血紅蛋白同氧氣形成不穩定亦可逆轉嘅結鏈，喺含氧狀態之下稱為氧合血紅蛋白 （oxyhemoglobin），呈鮮紅色；而喺還原狀態之下呈紫藍色。